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台南海拔最高的鸠岭。鸠岭号称海拔14公尺。您看到这句话吗？凤凰栖秋，府城之巅。这里原来是英料理，现在是鸠岭食肆。你一定很好奇，鸠岭食肆到底有什么玄机？里面呢到底有什么奥妙吗？没有错，您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拜访鸠岭食肆。美霞老师，嘿，建豪，建豪呢是我们现在阿霞饭店的负责人。建豪，您跟我们打个招呼吧。美霞老师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鸠岭食肆吗？好，我们里面请。好。哇，走进来才发现，它真的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嘞。是，这其实是以前日治时代是英料理。哦，对。对，那日式的庭园都会有一个小桥流水，小桥流水，还有跟树。然后还有日式的建筑。哇，这个品柏树是台南非常有名的一棵树。是，这其实是当时英料理在盖的时候，它就种在这个地方，然后到现在。英料理的历史跟它是一样长久。其实它算见证了台湾的历史。而且我听说英料理以前是台南的地下的政治决策中心，所以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料亭，对不对？就等于大家在吃饭谈事情的时候敲代机的地方。哦，了解，敲代机收在一起就重要。那个地方，我们现在目前好像还有展示当时英料理的很多一些留下来的文物，没有错，就是包含厨具跟厨艺。哦，了解。它也有以前的一个用餐的和室。哦，所以它整个庭园的那种格局都还在。是。可是我觉得在2018年的4月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这里举办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对不对？是我们那时候这个地方重新开幕整修完，然后捐赠给台南市政府。哦，真的吗？那我们真的就很想看一看这个所谓的捐赠之后的这个鸠岭食肆到底什么样子呢？那就在我们继续进来看。好。美香从这边请。好。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鸠岭食肆的建筑物前面。哦，了解。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捐的鸠岭食肆的一个 logo。我在2018年捐的时候，其实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绿建筑，对不对？是没有错。那时候我们是请张玉煌建筑师帮我们设计。所以其实，在一个古迹里头，用蛮现代化的一个绿建筑的概念来做，是很特别。而且我觉得那天呢，其实我们很感动的一点是，建豪讲过一句话说，我们呢。这个阿霞饭店在这里府城一家子，我们都爱台南。爱台南的方式有很多，有人送救护车呢，可是送一个对台南有历史价值的一个古建筑的一个新的现代化的一个绿建筑，那更是一个最好的礼物了。真的很感谢你们。没有错，我们希望在为台南做些什么，留下什么。对，然后让跟我们的企业真的有关系。对，所以我们当时候才找了英料理来去做，我们才去来接收做委外经营，然后再盖了这栋建筑。我当时我问了过一句话说，这栋建筑1000多万元，那建了1000多万，其实它是很辛苦的，捐了那么大笔钱。是。各位您知道建豪跟我说什么吗？他说：“老师，如果您把它除以100，你会发现其实阿霞呢能做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力而已。我觉得能够用100来做丈量，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的事业哦。是，那当然希望可以留下什么。那其实我们发现这里呢，它的所有的餐饮哈，其实也因为您在这边的关系，你希望让它有更。”我觉得跟以前阿霞饭店更不同的一个格局。是。那这里的餐饮大部分它是一个怎样的？我们这边希望可以带给不同的消费族群，尤其是年轻族群，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的餐饮。是。所以包含我们里面有卖一些我们阿霞的东西，做了一些小点心。哦。对，包含饭团，包含米糕的小的，类似像小粽子一样。对。然后也是用品棚树的品棚去包的。哦，了解。对，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用不到100块的价格，可以吃到更多不一样的风味。所以它更吻合年轻人可以来这里，但是它能让吃到了阿霞米糕之类的，对，然后这里品棚树呢，那个品棚的概念也很有在地化，也有另外台南在地的新式的白莲雾茶，我们希望可以带来一些台南在地的一些农场跟文化，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也是一个台南的秘境。对呀，而且我觉得很特别，是我还没有忘记说呢，我的日本朋友呢，他们在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吃到你用芒果做的创意的很好的餐饮，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做新的剉冰，真的吗？所以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推出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希望大家常常来。可是我发现每个来的人都很喜欢欣赏这么美的一个庭院，是。那你们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让大家上2楼，对不对？对，然后扶手上面会有一个洞，让你放饮料。哦，真的哈。对，我们希望可以让它，因为我们这个想法是。这个英料理四处都是景，你随时停留下来，你都可以在那边观赏。对，了解。所以其实我看到上面那个扶手呢，一个一个，你把咖啡啦或者甜点呢放在那里之后，你可以俯瞰整个感觉是蛮美的。可是我发现还有一个很特别，
这里头其实可以建的它的一个地呢是坪数是蛮大的，可是你们让出了一个秘境的花园，对不对？是我们后面留了一个小小的庭院。对，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建筑物之后走过去之后，又看到另外一片天空，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又哇，怎么会那么漂亮？哇，来一进二进都有它的美景。其实更重要的点是在楼上的这个鸠岭石室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您可以静静的坐在那里。当然，如果你喜欢邀你的朋友来这边办个读书会，真的不赖哟。而且呢，我们也在这里呢办过茶会，很美的茶席，我们将在节目中待会呢也会展现给各位来看。所以鸠岭石室其实阿霞呢，她的美味求真，在地用心的一家子。我觉得建豪一定有很多话想跟各位说。那您想邀请我们来阿霞，您想跟我讲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到英料理这个地方，可以抱持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它其实让你可以在台南这么繁杂的小路里面找到一个算是一个很幽静的空间，然后可以静下心灵来享受台南的慢活生活。对，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如果您没有来过阿霞饭店，您没有来过锦霞楼，您没来过鸠岭石室，不要告诉我们您来过台南，因为它的美味用心以及爱台南的心情，让我们觉得很感动。欢迎您常常到鸠岭石室来，谢谢建豪，谢谢老师。